大家好，我係張浩儀，臨床心理學博士。上次咧嗰個嘅視頻啦，同大家講咗咩叫做心率共振報告。咁今次咧，我都會同大家講翻呢個報告裏邊嘅一個案例嘅分析。咁等你更加清楚咧，其實個報告點樣幫到你去減低焦慮，增加你嘅抗壓能力。咁呢一個真實嘅個案咧，就係有一個嘅我之前嘅客戶啦。咁佢嚟到嘅時候嘅話咧，就工作壓力好大。咁因為佢之前咧份工都做咗過10年以上㗎啦，咁所以咧其實個工作壓力就唔算大啦。咁但係因為咧佢需要轉一個部門啊嚇，咁啊轉完咗部門之後，佢發覺自己適應唔到啦。嚟到嘅時候咧，覺得個睡眠質素好差啦。咁同埋咧都有好多即係焦慮嘅症狀啊，即係例如手震啦、唞唔到氣啦、呼吸急促咁樣樣。咁當其時咧，我做咗個即係報告嘅時候咧，嗰個共振嘅分數咧就係30分，咁就叫做偏低啦嚇。咁啊，當中咧就俾咗一啲嘅提議佢啦，咁樣咁啊，同埋啲意見點樣去改善自己呢一個嘅症狀啦，同埋點樣可以增加抗壓嘅能力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位嘅女士咧都幾勤力嚇，咁佢每次都翻屋企做啲嘅練習啦，咁啊都為期咗差唔多即係個幾月嘅時候啦嚇。咁啊個幾月之後嘅話咧，我就即係發覺咧佢個人嚟到咧輕鬆咗好多，個面容都寬容咗嚇。咁啊，我都話不如我哋就再次即係做多次嗰個心率共振，睇個報告嘅分數如何啦嚇。咁啊見到個分數真係好好喎，就升到去70分。咁啊，佢自己都感覺咗，即係自己可以控制個壓力個能力高咗之餘嘅話咧，自己嘅心情咧都開朗咗，都輕鬆咗好多啦。有好多人問我啊，嗰個共振嘅分數咩叫做低，咩叫做高咧？好坦白講啦，香港人嘅壓力水平都比較高啊，咁所以我做過咁多個個案咧，咁都有唔少咧係30或者30幾嘅嚇。咁當中40、50都有，咁所以萬一你做出嚟嘅分數係50咧，都算叫做唔錯㗎咯喎。咁另外咧，我都遇到一個即係有趣嘅例子嘅嚇。咁嗰個學員咧嚟到嘅時候咧，就有好多驚恐嘅症狀嚇。咁啊，會唞唔到氣啦，會覺得頭暈啦嚇，甚至有啲覺得就死嗰啲咁嘅感覺嚇。咁當中佢都真係去睇過醫生啊，咁啊醫生就話你身體冇咩事喎咁樣樣。咁當然啦，佢都係因為屋企某啲嘅問題而令到佢突然產生咗呢啲驚恐嘅症狀啊。咁我就會建議佢不如咁啦，你想唔想做一個即係我哋嘅共振嘅報告，咁睇下你嘅身體嘅情況。咁所以大家做嘅之前咧，都15、16啊，唔知做出嚟嘅結果點咧咁樣。咁做完出嚟之後咧，就發覺佢嗰個分數都唔低喎，60幾喎嚇。於是我都有問佢，你平日有冇做運動㗎嚇？咁原來咧，呢一位嘅學員咧，原來佢平日咧係有跑步㗎嚇，同埋佢都跑得相當之長嘅，每日都跑半個鐘甚至1個鐘頭。咁所以咧，可能因為佢嘅身體不嬲都係唔錯嘅話咧，咁其實個重症嘅報告咧，都個分數都唔差。咁於是咧，佢就即係開心晒啦。最後咧，呢個係我哋嘅不一樣消除焦慮工作坊嘅報名表格，咁當中咧會包括2次嘅心率共振報告嘅，咁啊希望喺嗰個工作坊裏邊見到各位啊，再見，拜拜。